婚前協議，準新人法律須知懶人包。婚前協議 （Prenuptial Agreement） 你需要知道嘅事。結婚不只係感情承諾，亦涉及長遠嘅法律與財務安排。以下為準新人喺考慮婚前協議時應掌握嘅重點。一、乜嘢係婚前協議？婚前協議係指準新人喺結婚前訂立嘅書面協議，用以規範雙方喺婚姻期間同婚姻解體時有關財產、資產分配同埋財務安排嘅處理方式。其目的並非預設婚姻失敗，而係提高透明度、管理風險同減少日後爭議。二、邊啲情況特別適合考慮婚前協議？喺實務上，婚前協議常見於以下嘅情況：一方喺婚前已經累積較多個人資產，一方持有家族企業、公司股份或者合夥權益，希望清楚區分婚前資產與婚後資產；一方擁有海外物業、海外投資或者信託安排，涉及跨境資產或者不同司法管轄區，透過事前清楚訂明安排，有助避免日後出現複雜而高成本嘅法律爭議。三、婚前協議喺香港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？需要注意嘅係，喺香港，婚前協議並非自動具有絕對法律約束力。法院喺處理離婚及財產分配時，仍然保留最終酌情權，並會考慮協議是否喺自願情況下訂立，條款是否公平同合理，雙方係咪充分理解協議後果，係咪作出全面及真實嘅資產披露，涉及子女福祉或者基本生活需要嘅安排，亦都唔能夠透過婚前協議完全排除。四、點樣妥善安排婚前協議？要提高婚前協議被法院採納嘅機會，訂立過程本身極為重要。常見實務安排包括雙方各自獲得獨立法律代表同法律意見，全面真實披露各自資產與財務狀況，喺結婚前合理時間內完成簽署，避免喺受壓、倉促或者資訊不足嘅情況下訂立。妥善安排可令婚前協議成為一份具說服力嘅文件，喺有需要時為雙方提供清晰而理性嘅參考基礎。五、重點總結：婚前協議並非唔信任，而係責任與規劃，並非絕對有效，但具高度參考價值。訂立程序係咪公平，往往比條款本身更加重要。專業法律意見係不可或缺嘅一環。本懶人包僅供一般法律資訊及教育用途，並唔構成法律意見。具體安排應諮詢香港執業律師。